為咗感謝羅氏家族嘅貢獻，大學將新建成嘅賽馬會創意校園 CARE 社堂村其中一棟學生宿舍以羅兆堂先生命名，以紀念已故羅老先生對香港教育事業嘅奉獻。而我哋羅兆堂書院嘅主題係篤學尚雅 Arts and Culture， 書院呢將圍繞呢一個主題推出多元化課程同埋活動，提升學生嘅學術追求同埋學習體驗，以實踐浸大全人教育嘅使命。我謹代表先父羅兆堂先生感謝香港浸會大學將呢座配備完善設施嘅學生宿舍以先父嘅名字命名。呢個唔係單止對佢嘅崇高致敬，亦都彰顯咗大學對我哋家族慈善工作嘅高度重視同埋肯定，同時見證咗浸大同埋羅氏家族之間多年嘅深厚情誼。此外，我哋亦都盼望書院能夠促進跨學科協作，鼓勵嚟自不同領域嘅學生互動共育，成為孕育未來領袖嘅重要基地。3、2、1，多謝各位，我哋好開心宣布羅兆堂書院正式命名。